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7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被枪杀，嫌犯作案的车有找到一个喙压，透过 DNA 有比对出一个嫌犯。警方昨下晡伫高雄的金武区掠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甲带回去台南侦办。不过警方并无讲这个查甫人敢就是开枪的凶手，详细要爱调查。 你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开枪？要开枪？谁制止的？一个伫白色安全帽的查甫人，和台南警方带回侦办。一个姓张的查甫人，疑似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张树杰枪击案的嫌疑人，12月到伫高雄做事的所在，和警方抓到。我没有出来看，他有枪声呢。真的假的？警察有开枪？开2枪。 这间透天厝的铁门有予人撬开的分裂。台南警方12月到出动30几位警力加特勤队，到高雄林武区这个社区埋伏掠人。这个被压伫咧涂骹、倒骹有刺青的查甫人，27岁姓张，有恐吓、毒品加伤害前科，就是疑似嫌犯的罪案人。攻坚进去，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好，就直接把他给压制在地。今天的现场只有他一个人，就是他的其中一个住所啦。好，应该是说是他常常去住的一个地方。因为嫌犯伫咧盗墓的过程一直制造断点，总共换3台车逃走。警方是伫第2台车顶头发现一个喙安，比对 DNA 了，确定是这个27岁姓张的查甫人。不过是不是就是伊开枪，抑个是不是有其他的共犯？警方表示也搁来调查。有明确的生物基证，好，是留在这个犯案的其中一台车上。 所以，我们当然要深入的去了解他的角色。好，那就诚如之前一直跟大家做说明的，就是我们会做很多方面的假设，然后也不排除会不会有其他的相关共犯。因为暗时无精神，警方讲会深入了解这个姓张的查甫人的角色，无排除相关共犯，一定会追查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市警察局标出有几名警察接受高钱，替人甲交通违规的弊单扫掉。检方甲21个警察申请羁押，其中细张的侦查组是裁定收押禁见，另外20个人是3万到30万交保。新竹市警察局传说，敢若是有几多位警察接受管制，斗相共处理进行举发的违规弊单，检调所查9个所在，通知涉案的员警28人，证人2个人到案。 经过检方核实了，21个人被声押，因为涉案的人数真多，新竹第2分配开羁押庭，其中第1分局县长的侦查组被羁押禁见，其他20个交保。调查本局员警有无涉及不当撤销交通违规进行举发单的情事，其中1名员警羁押禁见。 另20人以新台币3万至30万元不等交保，限制住居。交通违规举发会当分做2种，一种是和警察查来当场直接开违规举发单，另外一种是进行举发，譬如讲科技执法、超速或者是纵横等被翕相，会开一般所讲的罚单。因为驾驶人无伫咧现场，并不是正式的罚款单，而且也未放入去警政系统，传讲有操作的空间。通常都是一些连带的压力。 或者是上级分级的请托，这些压力，警察权力上都掌握在这些议员的手上。比较守法的，就是老师自己掏腰包去检票，白单的话，有一些模糊空间，可能就会把它撤掉。秉持不掩饰、不避重的态度，展现维护警誉的决心，自清自查，警纪警办，并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新竹市警察局强调，会全力配合检察官依法侦办。 这件案件会爆出来，敢若是检方伫咧侦办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线上的秘书涉及电话收费案，对伊的手机啊内面另外发展出来案外案，不过检方并无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贪污，去互法院裁定收押。律师是随提出控告，不过高等法院甲控告驳回，确定收押2个月，而且是袂使阁提出控告啊。 另外，公职案的被告将大塑集团信用的总经理，昨第3届开羁押庭，法官同款是裁定维持1000万交保。有什么话想说吗？他人很累，很虚弱，需要休息。谢谢。坐伫咧轮椅看起来真忝，伊是美加90岁前大塑集团总管理处信用的总经理，伫咧郑文灿收贿案件涉嫌送钱乌西，被列做被告。
因过12个第3遍羁押庭，法官裁定维持1000万交保，专案高见驳回郑文灿的控告。高见认为控告之事无通采信，定价出来出现500万现金，竟然拢无开看，真奇怪。控告驳回，所以郑文灿确定羁押2个月，袂使搁提控告。我在监察院的职务不能也不方便对侦办中的案件表达任何的意见。那我期待勿往勿纵。被解读是党内的内斗。没有评论。郑文灿被羁押的关键原因是来自检方第2遍控告诉状内面的新证据。传讲郑文灿主动把手机交出来要自清，因过检察官所发现，伊伫找过应信之前，发现赖团应信特别方向和信息的秘书有串证之余，而且敢若有办法掌握检调的动作。有2大内鬼是待查的，在这边要呼吁法务部的部长郑明谦跟检察总长邢泰昭必须要彻查到底。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领导质疑，这件案件被压了7年才办，还有桃园市调处当年伫咧侦办时阵，敢若是有人向涉案的地主报风声，应该查清楚是毋是有内测。桃园地检署也已经分案调查涉密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是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去年讲，苏贞昌甲陈时中靠 BNT 疫苗外交接1亿，这款讲法去互陈时中各讨赔1000万。法院认为吴子嘉讲话无查证，损害人的名誉，爱赔300万互陈时中。专案还阁会当上诉。再来看联合报。为美国大联盟返来台湾的野球选手张玉成加入富邦悍将球衫99号，昨头一届比赛成万外球迷来看。虽然讲这张玉成伫第9局的后半场有讲一支安打出去，不过球队是1分比13分输去。颠倒是对手统一赛表现甲真好，99号的林奕泉是讲一支红不朗，一场贡献5分出去。再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昨3读通过早期犯罪危害控制条例、通信保障甲监察法这2个打击诈骗法案。若早期的犯罪会加重判刑，这网络广告的平台业者，若无甲诈骗广告剔掉，上无会罚1亿。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提案要修正选罢法，防止于讲要有关罢免的标准，不受人民的罢免权，引起调解冲突。国民党团修改版本，甲罢免的标准无变，是维持25%，是人数会变较严格，就要有身份证的影印本。昨下晡，若被两党利用人数优势，互选罢法修法直接送去治托。民进党团就批评国民党这赶讲，就是要救家人市长谢国良。各位委员，请就座，要宣布表决结果。民进党立委提刊板反对招人罢免，国民党团把选举罢免法修法，维持原来罢免条件25%，改做人数变严。比较总统副总统罢免法，必须要附身份证影印本，报困期的版本，各要求写法证日期，调查自治上演表决大战。有民进党党团提退回程序委员会。民进党团大声出招，提案甲国民党的版本退回程序委员会，按个数拿被人数优势，互人好管。国民党团快速提议直接交付议托。表决结果：出席110位，赞成60位，反对50位，赞成者多数。拿被定赢以60票对0赢50票，强势通过，直接交付议托。国民党团表示，修改了后的版本都是支持民进党吴秉叡的提案，爱减负身份证法证日期。民进党团叫0赢爱勇敢捍卫家己的法案。民进党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理性、平和、务实的一个讨论。我们要呼吁民进党勇敢一点，捍卫自己的法案。我们会支持，不要只有颜色，没有是非。国民党不要睁眼说瞎话。吴秉叡已经撤案，国民党的2个版本都是要在联署阶段要求联署人减负身份证正反影本。吴思瑶批评蓝营恶意杀害吴秉叡提案，目的就是要抢救家人市长谢国良。针对选罢法修法直接交付议托，韩国瑜表示后续交由国民党团调集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落实转型正义的目标，文化部甲国防部沟通了后，决定为7月15后礼拜一开始，
国军的机队会刷离开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当上的大厅。这骑卫兵的勤务甲训练展示会刷去到外口的民主大道。国军仪队伫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当场大厅进行微笑庆祝交接，真侪人游客抢咧翕相，毋过安尼场面特别看无咯。为落实转型正义，文化部甲国防部沟通了后，为7月15开始，国军仪队刷出大厅，贴图原本内底骑操庆祝。目前从7月15号的9点钟开始，会调整为每个整点的时间，分为2组来执行安全巡查。7月15开始，国军仪队伫早起9点甲下晡5点，每一个景点时间进行巡查甲训练展示，时间差不多15分钟。文化部表示，去个人崇拜、去维权崇拜是现阶段中正纪念堂转型正义目标。仪队刷到外口展示训练民众看法不同。在铜像面前，就是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画面。如果没有在铜像面前的话，就是稍微比较可惜一点。如果要转型正义的话，撤除铜像比较像转型正义吧，不是撤一堆。改动并不会改变历史事实的发展，因为毕竟这边太阳很大，然后你在这边表演，其实民众很热，他们也很热。中正纪念堂也是真侪观光客会来景点，仪队展示调整外国游客更加关心天气好歹是不是要仪队兄弟更加辛苦。Simply because this place has a lot of history as well. It's not only about the soldiers.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till would visit. 暑い時とか寒い時は避けて、気候のいい時にや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ぜひまた見に行きたいです。无论在里边还是在外面都不影响，很挤很挤，有的后面都看不到。你在了外面以后呢，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国防部表示，三军仪队队员拢完成内在1点钟训练，外口管管之下训练展示无问题。执勤进前会检查身体状况，也补充水分。毋过拄着雨天就取消。另外，中正纪念堂升降机的勤务未受影响，依然由三军仪队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连续3日的北约峰会刷过了后，美国总统拜登有举办记者会，却一直讲唔对。唔那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叫做普京，佮甲副总统贺锦丽讲做 Trump。以后大家卡内阁官员拢替拜登吃紧张。那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拜登身躯边的助理和顾问是已经咧参详，看要安怎来抗拜登提选。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You can beat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Zelensky. 伫头一场电视辩论会 ，ABC 新闻专访了后，北约高峰会这场个人记者会，和拜登的团队当作是深入替选声音的关键。拜登刚伫开场演讲使用托古机，其他50分钟甲记者开放性的问答拢随回答。毋过伊伫介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时阵，煞甲叫做普廷；煞来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阵，甲副总统贺锦丽甲叫做副总统川普。What concerns do you have about Vice President Harris's ability to beat Donald Trump if she were at the top of the ticket? Look, I wouldn'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 but I think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对于外界质疑伊无愿意交接，拜登是讲伊毋是为了个人公益，佮讲伊成功举办北约峰会，带动美国经济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谈，全力援助乌克兰，嘛尽力促成中东停火，以未输予普廷，会确保北约持续强大。Thank you. Did you see any damage to our standing in my leading this conference? Have you seen a more successful conference? What do you think? I'm not having any of my European allies come up to me and say, Joe, don't run. What I hear them say is, you've got to win. You can't let this guy come forward. He'd be a disaster. 现场记者随后形容大卡上正牌内阁官员大家面色歹看。纽约时报引述知影内情的人士的消息，讲到拜登边的助理甲顾问开始考虑要安怎说服伊替选。联邦众议院有17个民主党议员出声爱拜登替选。参议院目前甲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尔斯一个人表态，还佫有维吉尼亚、乔治亚、华盛顿这5个州的参议员。烦恼若是去互川普选调是要安怎？拜登记者会表现，互川普佫扣着枪，伫伊的个人社群平台大文口说：“就你做了好，佫甲拜登大字加滴滴嘟嘟的影片剪接搭起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欧洲的节气，7月举办作家阅读会。
今年是第25届，咱台湾是主题国家。这期有邀请台湾的31个作家去分享，作家向阳嘛有伫这期分享台语诗和台语的音乐性，也有讲到台湾过去受到威权统治的历史。因为这期也捌经过共产专制统治，有袂少这期人听到台湾有一段无民主、无自由的历史，嘛讲因有真深的动力感。竹林、蒙雾甲山坡，也有轻声细碎的溪水，世界恬静落来的时。台湾作家向阳台语诗读煞了后，得到真济这区民众的普加声。这区作家阅读月今年25周年，台湾是主题国。7月每一天拢会有一位台湾作家来分享。7月11日，向阳就伫这区分享台语诗，这首诗世界恬静落来的时，写伫1998年。后来上报有10位音乐家为这首诗编曲，伊嘛甲改编的音乐放互现场的观众听。向阳嘛透过音乐性向这区的民众分享台语的7声8调，伊认为通用这个场合，互外国人了解台湾的族群、语言和文化等等，是世界认捌台湾真重要的入口。So we could also listen, and after then he was trying to explain us. So this wa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yeah, for me. 台湾台语、台湾客语，或者是台湾原住民族的语言，拢是即摆拢是国家语言。咱以后呢派代表过来，用加派各种无共款母语的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安尼就用更较互了解着讲哦，台湾确实是一个多元语言也好，或者是文化也好，有真侪无共款的表现的一个国家。另外，向阳嘛透过伊的诗来分享台湾的历史、白色恐怖等等。因为这期捌经历过二向帝国和共产党的威权统治，甲苏联的镇压等等，这些民众拢真好奇台湾过去迄段威权的历史。How much similar it is with our history, with communism and all of that stuff. 伫这区主办的作家阅读会，自7月初1到10已经10几天了。主办方是表示讲，每一场台湾的分享拢来袂少人。那向阳是指出讲，伫咱这区因的文化风气有通好发展到安尼是经过几10年累积，所以伊也相信讲，咱的台湾文化只要继续打拼落去，都有机会甲咱的文化推展到每一个所在。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柯炳哲伫这区的采访报道。地方放送头，根据记录，红仔戏上早是出现伫咧各种宗教甲仪式顶悬，后来才豆豆演变做是做姨娘的，亲像是咖喱戏、皮糕戏、布袋戏等等，有各种无共款的类型。来看中华馆美术馆当咧举办世界红仔展，有21个国家100多件红仔作品，要互民众看到这东方甲西方的红仔文化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这身来自意大利82公分高的红仔出场，配台湾的北管音乐，展现东方西方的艺术结合。佮有一身插头红仔表现出柔软有力的动作。中华馆邀请美国西北插头红仔中心甲台湾红仔戏艺术家柯家芬做伙规划世界红仔展览的活动，隆重展出21个国家100多件的红仔作品。这个展览最古老的都有好几百年以前的偶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过来看国际的偶，还有很古老的，还有当代的偶啊。有4大洲21国171件的一个作品，那包括有我们彰化县里面自己的典藏，还有很多收藏家，以及呢美国西北木偶中心的相关的木偶。根据记录，红仔戏上早是出现伫各种宗教仪式。后来豆豆演变成生活娱乐，
展览规划人之一个客家分表示，西方甲台湾的红仔戏其实有真相像的所在。意大利戏剧红仔戏内底有跳的角色，就亲像咱台湾布袋戏有合的两起。所以伊内底足侪角色其实含咱会当对应，所以我是希望讲有一个西方甲咱这边因为即届嘛有足侪，譬如讲印尼啊、印度啊、日本啊遮，你会当看到，毋是比较，就是讲你会当看到别人的文化，嘛佮看到咱家己的文化。咖喱戏、皮糕戏，100多年前的非洲茶头红仔，嘛有中华在地的去红仔头师傅、苦协营、苦金棒、骑兵员的作品。主办单位也望透过展出，一来互大众了解世界的红仔文化，二来欣赏台湾红仔的发展甲技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人讲一粒米百粒汗。根据统计，这最近7年，咱台湾做田的面积是减18000多公顷，这做田人嘛减要43万人。不过，依然算是有一群少年农民坚持要做田，用家己的双手种台湾米。台语台青春来的梦，下暗7点半，要做回来看这群少年人登到各乡定军和土地连接的故事。土地种田、土地公在上吼，今仔日咱这友善小农，伫遮祈求咱土地公。一年一届的新春团拜，这是宜兰深高友善小农因田林爱保养进前的聚会。伫深高友善耕作已经8年的入境，今仔日伊摕地契来，这是伊当咧推动的一平地主计划。因为唔甘看到农地去红炒要卖广告，所以伊就伫社群网络招700多人成做一平地主，募资甲2分6的农地买起来，买来种植。阮甲买落来时阵，有要求台甲顶头的一个管理叫做农域权设定给我，意思就是讲，互我伫这个农地顶头种植20年，敢若会使种植呢，袂使做别的代志。Hello 啊！较热情赶快要种田的少年人是袂少，不过依然一年才收成一届，稻仔的产量恐惊是连踢喙齿芳都无够。所以万岛生活嘛安排真侪专案，互初初加入农村的新手农民，会当先体验一半农民的生活，来慢慢的适应。早上有可能会去参跨买安尼，去看看可能水的状况，然后稻子被裸吃的状况。回来之后就会换洗衣服，开始工作。用都市人的视角来看待农村的话，就会觉得很不稳定。可是如果用乡村人的视角去看这样的工作，其实乡村到处都缺工，它是相对稳定的。你好哦，我也没了。好。哦，厉害厉害！少年人离开城市来做田，亲戚50加减是无理解。不过当大地水田的迄个时阵，捕田、扫草、捡福寿梨，开始甲土地产生对话。伫外口累积的烦恼嘛，豆豆放下，这是这青年农民因唔捌想到的。一开始插秧会想讲爱较紧嘞，就是较紧甲伊用了，啊，毋过插着就感觉好像甲土地有迄，就是有连接啦。直到真的成为跟土地的直接关系者之后，才觉得慢慢越来越确定说，除了种菜，然后种稻子之外，也很想要把自己种回土地上。万岛生活用公司的形式，互新手农民安定落来。无人要种的地，因找人来种；无所在大的人，因提供 share house， 降低做田的条件。虽然大环境对农业发展要是无够友善，不过因抱永续发展的信念，就亲像咧捡田里的福寿梨同款，一个一个豆豆捡，一步一步感受这地土地水。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在今仔日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和山区会落雷公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甲一寡山区要注意雨会落较粗。提醒乡亲若要出门，就要会记早雨伞甲雨伞。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
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